啱啱洗頭沖涼出嚟，跟住塗個祛斑霜，哇塞，耳仔都紅埋，係咪各位姊妹們掛住我啊？你睇下耳仔都紅卜卜㗎，我就知道你哋絕對係掛住我，想問我呢一款祛斑霜有活動未啊？好消息嚟啦，好消息嚟啦！呢款祛斑霜嘅活動真係本月26號，2026年1月26號活動嚟啦喎！想唔想嗰啲活動有幾扎？嗱，啱啱就係用咗呢個祛斑霜，嗱再塗少少，嗱早晚抹一抹。啱先沖涼嗰陣咧，就用洗面奶洗面，洗咗支面咧，洗咗之後你就有啲咩保濕嘅精華、水蕊、山藥奶之類，你可以先用咗，用咗之後咧，直接用呢個祛斑霜就得噶啦嚇。祛斑霜用喺後尾嚇，就咁樣塗均勻。嗱，用咗你睇下幾保濕滋潤，佢個功效係保濕滋潤、養膚、去黃去黑、美白、淡化各種斑斑點點嘅嚇，你睇下，哇，係咪白裡透紅？我用咗個零月噶咯喎，你睇個效果，可以素顏出門啦。唔怪得知呢排好多人讚我皮膚白咗好多咯喎，必須噶啦，因為快返去過年咯喎，梗係要養靚啲先返去過年啦。一係返到去一村人返到嚟睇見你黑掹掹我返去，人哋以為你喺下邊耕田返去嘅咧嚇。各位姊妹們，只要你個皮膚係暗沉嘅、冇光澤嘅、好黑嗰種，又黃又黑，帶各種斑斑點點嘅，都可以用呢一款煙酰胺美白祛斑霜嚇。鎖定我今個月本月26號11點嗱，我去到廣州廠家直播嚇，嗱鎖定喎，到時活動嚟啦，必須每個姊妹們都可以囤多2單嚇，因為有活動，而且呢個祛斑霜佢係做到持證上鋼嘅，嗱見到嘛？呢個係持證上鋼嘅，有國家醫藥品監督局備案持證上鋼嘅，可以有呢個紅章章可以做到真實可以美白淡斑嘅嚇。嗱佢個成分安全到孕婦都可以用，有煙酰胺係美白嘅，嗱維 C 松果金，嗱維生素呢啲都係美白祛斑個嗰啲成分。